好，大家好。今日條片咧，主要就係講俾大家聽咧。我今日咧，唔係今日，我呢一輪咧都係去申請緊 share ownership 嚇。咁咧就已經係即係遞交晒文件啦，同埋已經睇咗嗰個發展商嘅示範單位，同埋我要想購買嗰個單位啦。咁咧其實咧就唔，因為咧 share ownership 咧就唔係開放俾公眾去睇嘅，咁啊全部都係開放俾合資格嘅人啦。首先預先申請咗啦，然後咧申請咗審批咗之後咧就俾睇示範單位啦，然後基本上 OK 啦，你有興趣啦，而你嘅文件初步都冇問題啦，咁咧就會睇你想買嗰個單位。如果 OK 之後咧，咁咧就當然係俾按金啦，然後就正式進入買賣嘅程序。頭先咧，我其實我拍呢條片之前咧，已經係喺用咗成一啲時間咧喺度講。原來個電話已經冇晒電，因為我頭先咧我就唔係用自拍嘅模式去拍嘅，所以我見唔到咧。原來個電話已經冇晒電零，咁啊熄咗，咁我噏咗一大輪嘢嚇。咁好啦，咁我都想講翻咧，我噏啲乜嘢啦。咁咧英國政府咧為咗幫助一啲人咧，佢嘅人民嚇，佢嘅人民去買購置物業 ，OK， 購置物業，從而咧佢就會用咗好多唔同嘅政策去幫助一啲人或者年輕人或者係退休人士去買佢嘅單位。就並不是咧去住 council house， 又或者係政府嘅一啲嘅即係其他，即係好似香港一樣啦。你去到咁上下咧，你可以即係申請政府嘅公屋啊、居屋啊呢啲咁嘅嘢一樣，係幫助你哋咧，幫助我哋咧係去容易啲上樓嚇。好啦，咁有邊幾個計劃咧？第一個我陣間會詳細解釋嘅就係 share ownership 啦。第二個就 rent to buy， 即係租下就去買咗佢。第三個咧就係 rent to own， 租下你擁有咗層樓。第四個就係 for 一啲已經唔再工作60歲以上，但因為60歲以上咧又冇辦法供樓噶嘛。咁可能我得100幾廿萬，即係我講港幣嚇，或者我得10零萬磅、20萬磅、30萬磅，我攞咗嚟買樓，我咪冇得生活咯。我長期交租亦都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啦嘛。咁佢咧就有呢一個嘅，就俾60歲以上去你買去市場上買任何嘅樓宇，只係需要俾2成至5成嘅錢，其餘政府幫你搞掂。OK， 好啦。呢個我會亦之後會詳細講下。咁咧就網上邊咧有好多人批評 share ownership 唔好，話咩長期交租什麼。OK， 好啦，喺我嚟講啦嚇，輕輕去解釋一下先。呢個係我個人嘅主觀嘅論述，同埋根據佢嘅資料俾我哋啦嚇。share ownership 嘅好處係乜嘢咧？就係假設層樓，我全部用港幣去計啦嚇。假設層樓係200萬，如果你喺市面上要買啲200萬嘅樓咧，你供嘅款咧，如果係以5厘利息咧，供20年咧，要供到15000-16000蚊一個月。OK， 咁對於有一啲人會覺得係比較上危險啦、風險大啦，諸如此類嚇。仲要係普遍都係二手舊樓啦。當然，我唔係話舊樓唔好嚇。當然啦，我以下所講嘅嘢，對於一啲喂 cash buy 係最好，又唔使俾利息，又唔使乜東七，我知嘅，我了解嘅，因為有能力 cash buy 咧係最好嘅。OK。所以咧，大部分批評 share ownership 嘅人咧，都係有能力 cash buy 嘅人。
批評嗰樣唔好，嗰樣唔好。好啦，有啲人就話：喂，你買咗部分啫，你要俾租嘅喎，嗰份租咧俾完係冇嘅噃，直至到你買斷咗為止先唔使交喎。好啦，我想講俾各位聽 ，share ownership 嘅法例規定，收嘅租金個 ceiling，即係最高係收幾多咧？收3%，即係話如果佢係你200萬嘅話咧，一年係6萬，每個月就5000，啱唔啱啊？我冇計錯呢個心算。好啦，即係如果係借足200萬嘅話，但係如果你係買，即係你喺市場上買200萬嘅樓，即係直接做按揭200萬咧，你係俾5厘利息，呢5厘嘅利息同租金一樣，俾咗係冇得收嘅，但係你係俾緊5厘，200萬5厘，即係10萬一年，除開即係8000多少少一個月。大家睇唔睇到個分別啊 ？OK， 好啦，跟住咧我就想講俾你聽咧，我一陣間跟住嗰條片咧，就係我星期六咧覆實發展商，我要呢層樓啦。文件我已經之前口頭上俾晒佢去處理中啦嚇，因為㗎。我2年前咧唔係好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借到唔多，因為我當時咧係只不過係喺 Alpla 咧打返一份工，而年薪咧只不過22000，除完稅後咧17000幾18000唔到，所以咧佢點借咧都係借到好少俾你嚇。再加上嗰陣時，我喺香港住喺呢度住嘅時間住得唔耐啦 ，OK， 好啦，所以咧咁啊，現在點解我會 OK 咧？即係我覺得會好容易 OK 咧，就因為加埋我老婆份人工啦。咁我都講過好多次，我哋嘅收入即係變咗咧就係比較高啦。咁咧就亦都即係嗰個叫 affordability 啊，你能唔能夠頂得住呢個生活嘅成本咧，咁就變得好容易啦。因為如果我去買咧，嗱一陣睇嗰條片咧，就會係200零萬嘅樓啦，200幾萬嘅樓啦，3房有廚房連埋食飯啦，咁同埋一個廳啦，仲有一個咧，我喺片裏邊咧講錯咗個資料嘅，咁咧個花園咧我講咗4000幾尺。咁啊，實際我後來之後度翻咧係20幾米乘20幾米嘅，係5000幾尺啊，又未去到6000尺，咁啊5000幾尺。你大家睇片你就會睇到個花園有幾大嚇，咁啊係好誇張㗎。我相信咧係可以企到100人或以上啦。OK， 不過 anyway 我唔想講咁長啦，因為佢係特別個花園大嘅，因為成個單位咧。我一去到咧，我好早就去到，我就話我再度同嗰個講，我要呢個，因為我晨早都係諗住要呢個嘅，不過未睇到實質啊嘛。OK， 好啦，咁啊大家去片去睇下 ，OK， 咁啊睇完片我會再翻嚟再大家傾下偈。今日咧嚟第2次睇呢個，我哋將會一下購入嘅單位。咁咧呢度全部係 new build 啦，咁啊差唔多賣晒啦。嗱，我哋要再買嗰個咧，就係呢個。呢個係另外即係我哋係 semi detached 嘅。咁啊，佢有個假煙通嚇，假煙通。咁咧就門口喺呢度啦。方振宇。咁咧就呢度泊車啦，泊到2部車啦呢度。咁咧呢度咧就會有個充電位 ，OK， 充電位，望返出去啊，好，
咁啊有個遮雨亭啦，入到嚟。好，一左手邊咧其實就係上樓梯㗎啦。咁不過咧，我哋而家咧就望望個大廳先。好，個大廳咧就係5.5米乘4米，即係大約係200尺多啲啦。係啦，呢個 A 準 OK。咁啊個 French door 咧可以成個打開嘅。OK。咁啊，俾大家睇睇有點嘅樣。OK。咁啊個廳，佢本身咧就包咗地氈啦。牆壁油晒油啦，咁樣 OK。好，我哋睇個花園先。嗱，個花園咧就頭先據個 agent 講咧，呢度係大約係有4000尺個花園。咁啊由呢度嗱，我大家行個對角俾大家睇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7、28、29、30、31、32、33步。咁啊，一步大約1米到啦，33米長啦。咁啊呢度有啲 apartment 啦嚇，有啲人就唔中意，就因為佢望落嚟啦。阿仔同阿老婆就喺樓上啦而家。咁咧如果係咧，當然啦，我嘅小橋流水魚池就喺呢度啦。咁我哋今日復實，如果 OK 啦，我會落埋訂添啦。OK。好，然後咧睇睇個廚房先嚇。廚房咧就咁樣，咁啊四四方方啦。呢度有標準嘅包埋雪櫃啦。我哋琴日睇嗰間冇雪櫃嚇，即係冇雪櫃冇電器嗰啲，呢啲好標準噶啦。咁啊呢度有個洗衣機，呢度有個超巨型嘅洗碗碟機。boiler就呢個。咁啊，電陶爐，唔知電陶爐定係電子爐啦。咁啊，煤氣爐，牌子就 Intensity 啊，唔知乜鬼。咁呢度咧，咁就亦都可以出去花園啦。呢度咧一個洗手間，黑廁嘅洗手間。呢度咧就係士多房 MCB， 即係電總掣，仲有嗰啲咩 WiFi 啊、什麼東東啊嗰啲咁樣。咁而家呢度已經安裝咗一啲嘅單拉上一啲射燈啦，用 GU10㗎啦。咁啊 OK， 好，我哋上樓上望望先。咁咧，佢呢度嘅窗咧都係落地玻璃啦，或者都叫落地玻璃啦，可以開窗嘅。OK， 咁樣。哦，佢做埋呢個架添啦，已經。OK， 好，咁而家咧上2樓啦。樓上窗好手啊。樓上個感覺咧，呢個扶手啊爭啲啦，樣衰少少。呢個咧就係細房定中房啊，方振宇？呢個細房。咁啊，細房都有3米乘2米度啦，2米半乘2米啦。咁啊，呢度係望出條路啦。好，中間呢間房咧，哇咁大嘅，哇好大喎呢間房。呢間房好似個廳咁喎，即當然冇廳咁大啊，但係咧我諗有4米長，2米幾闊咯。好。主人房。Okay, sorry. Take your time, no problem, yeah? Okay, I just close the door and then, okay. Yeah, Thank you. Close the door and I'll see you in the offic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呢個就 family bathroom 啦。咁就3件頭，一個長長嘅浴缸，一
個塔。咁啊，當然，但係佢有埋呢啲燈喎，裝埋喎，呢啲又幾好喎。佢裝埋晒啲燈喎，媽咪睇下呢啲燈裝好晒㗎啦。咁啊，有埋啲煙霧感應器啦。好，呢個就主人房。主人房咧就好長，但係就唔係好闊。咦？但係佢點解唔係套房嚟嘅？係咪套房㗎？我哋冇套房㗎。哦，OK，我誤會咗啦，應該係第二個樓盤咧有套房。咁呢個房咧就好長啦，最長呢個房啊，我諗有5-6米長，2米半至3米闊，2米半啦，冇3米嘅應該。窗就唔係好多，呢度就隔離嗰啲屋個花園啦。嗱，細好多嘅。呢個花園咧，呢間屋咧，我中意佢就係一個超級無敵大花園啦。媽咪，呢個花園大唔大啊？好恐怖啊，大佬！因為呢個花園咧係呢個屋嘅幾倍，望一望下係由呢度2樓望上去咁樣。花園大又好打理，又好唔打理。佢種咗啲樹喺度㗎啦，已經有2棵聖誕樹啦，有3棵桑樹。咁啊，係啦，出邊有啲人行過啦，對面有個公眾停車場啦，係啦，要俾錢㗎啦。咁咧就呢個對呢個近唔近啲咩超市啊？要一陣間研究下先知啊。OK， 咁啊，呢門咧就普通質素嗰啲啦。呢度上面就冇燈啦，所以喺就係吊眼大燈落嚟個樓梯咧就冇分啦。OK， 方振宇，有咩意見啊？而家大家記唔記得方振宇已經好耐冇出鏡啦，而家已經變咗一個老坑啦，中坑啊！佢打籃球好犀利啊！而家一陣間咧就係要去打籃球，去睇佢一身武裝嚇。咁咧呢度咧，仲有呢個當然係一個細嘅士多房啦。OK， 好啦，各位有咩意見可以俾啲我咧，隨時可以俾少留言嚇。咁咧就位置唔講俾大家聽先啦，價錢咧就都唔講俾大家聽先。咁搞好晒先啦，萬一撻 Q 咧，你知道英國會好多時會中途撻 Q 噶，係咪？咁就麻鬼煩啦。咁咧就因為呢個電爐啊，咁咧個 boiler 主要用喺咩咧？就用喺啲冷熱水同埋 radiator 嘅啫。好啦，就係呢啲。好啦，各位，拜拜，加油 ！Hello， 大家好。嗱，片咧睇完啦。咁啊，當然我拍得唔好啦，大家都知㗎啦。我啲片啊係咁上下料嘅啫。咁啊，馬馬虎虎。咁啊，大家睇到咧個花園就真係都幾誇張嚇。咁咧就我因為我中意大花園，因為我諗住有好多嘢搞嘅花園。OK， 我亦都問準佢。咁啊，嗰個 agent 其實唔係 agent 啦，嗰個發展商嚇，嗰個 developer 咧，即係佢同政府合作嘅。呢個 development 咧就係全部都係 share ownership 嚟嘅，就唔係部分 share ownership，全部都 share ownership。佢話咧，甚至佢話咧，佢而家係冇太陽能板嘅。佢話你搞掂之後，你可以自己揾人安裝都得，亦都可以啦。佢話你丟隻貨櫃落去你個後花園度都得，當然要合乎法例啦，當然嚇。咁啊，但係佢話佢哋呢個發展商咧，係唔介意，除咗前花園前邊唔可以做任何改動，個樓宇唔可以做任何改動之後，後花園嘅地方咧，你可以根據法例可以做 extension 做任何嘢啊，起咩咧都冇所謂。總之咧 council 容許你做就得啦，唔使話幾多年後嚇。OK， 好啦，咁我頭先都想講啦。你去買斷一層樓，你要俾5厘利息，俾斷即係每個月都要俾嚇。200萬嘅話就係1年就係俾10萬蚊利息，而要供20年啦或者25年啦嚇。而我呢個 share ownership咧，只係俾3厘。
咁你係咪賺多咗2厘啊？其實即係好似香港有段時間買樓咧，可以供息唔供本嘅意思一樣，淨係俾利息得啦，個本唔好俾住。咁我個本咧，即係而家嗰個未買斷嗰個咧，嗱，我而家咧就係成層樓200幾萬啦，我就每個月供700幾磅，連埋租金啊，連埋租金仲有15磅管理費。20磅管理費，15磅保險維修基金 ，OK， 咁啊每個月15磅，加埋呢度35磅啦，每個月嚇35磅，就係就係咁嘅價錢啦。當然你俾 council tax 啦、水電煤啦呢啲咁嘅諸如此類啊，呢啲我哋唔計數啦，因為你買任何樓、apartment、租樓咩都要自己俾嘅。好啦。因為咧，即係有好多人就覺得係一個穩陣嘅政策，但我講俾你聽係好好嘅政策。第一，其實呢個政策已經唔係新嘅，不過佢一路 advance 啦嚇，即係一路改進啦。政府唔會做一個政策出嚟係揾佢自己嘅人民笨。第二咧。已經推出咗咁耐，咁多人住緊，唔通嗰啲人唔識計數，淨係你香港人識計數？啊，當然啦嚇，樓宇嘅質素咩好唔好啊？話當然啦，可能冇Barnet Home啊、David Wilson Home 啊嗰啲會做得咁精緻嚇，可能爭啲都唔出奇。不過呢個我唔評論先啊，因為即係。樓宇你自己每個人標準都有唔一樣嘅 ，OK？ 有啲人話啊嗰度爭啲，嗰度爭啲，諸如此類咁啊嚇 ，OK？ 咁啊呢個我唔評論啦，但係我覺得我睇完之後大家睇咗咧就基本上都 OK 啦。咁佢嘅廚房又包晒雪櫃、洗衣機咩嗱，其實我之前咧都去咗睇另外一個樓盤㗎，其實嗰個我好中意㗎 ，but 佢又唔包地氈、唔包地板、唔包雪櫃、洗衣機同埋唔包洗碗碟機，我乜嘢都要自己買。呢度起碼咧嗱，地氈地板起碼要花我2000幾3000磅啦，啱唔啱啊？然後洗衣機我有呢個 Samsung 啦，咁啊可以搬過去用啦。當然啊，如果我嗰個成功咗之後，我呢個就平平地到時啦，好似我張梳化咁用2罐可樂咧就賣咗俾個朋友啊。咁啊，我上次咧咁啊，我有張梳化，有張3人梳化，咁我哋唔坐得咁多，即係呢度變咗好亞位啊嘛。咁我就鋪咗出嚟賣俾香港人啦，代價就係2罐可樂。啊，但係嗰位朋友要咗咧，冇俾2罐可樂我喎，佢忘記咗喎。所以咧日後咧，如果嗰位朋友咧有睇我片咧，記得下次還翻2罐可樂俾我啦嚇。咁啊，其實係一個好象徵式，下次甚至乎係2盤啦，唔係2盒啦，1盒18罐，2盒。我到時呢啲梳化我都未必會要㗎，咁啊到時我梳化 OK 㗎，張梳化雖然當然唔係新啦，咁我到時或者用2盤嘅可樂啦，咁啊呢個洗衣機或者係3盤嘅可樂啦，咁樣 OK。不過可以到時咧，我到時出售，到時我再公佈啦嚇。OK， 好啦，咁我當然有即係喺利息上已經平咗啦。個利息未來假設國際動盪又好，個通脹升溫到離晒期都好啦。個利息而家係5厘啦，可能會去到5厘25、5厘半、6厘都唔出奇，啱唔啱啊？但係 share ownership 政府規定咗係不能超過3厘，而家咧就係2厘75，因為普遍嘅按揭利率咧就係5厘啊，或者即係 more or less 4厘幾、5厘咁上下啦。咁你都慳咗2厘嚇。咁我哋點樣可以去10年買晒層樓咧？嗱，租金就700幾啦。咁我同我老婆大家講咗噶啦，每人每個月儲多750磅，
即係我老婆儲750，我儲750，放落一個大家共同嘅戶口裏邊嚇。咁即係每個月多咗1500磅啦。OK， 咁啊我哋交租交咗750，唔好計啦嚇。咁啊計埋 council tax 啊、水電煤啊、1100咁，我啲唔理佢啦。咁我哋每個月啦，我哋儲1500磅，一年咪18000啦，5年咪9萬啦，9萬磅。9萬磅咧，大約係差唔多3成5到啦，4成到啦。我就會同發展同嗰個指定嘅機構咧，或者政府或者 HA 啦，我就一次過再買佢翻嚟。當然啦，我一路儲錢嘅時候咧，呢個戶口係有利息嘅。用 ISA 戶口係唔需要繳稅㗎嚇。咁我哋到時咪儲落個 ISA 戶口度咯。咁好啦。5年我就買多4成翻嚟，咁我本身買咗兩成半啊嘛，2成半，所以先供700幾蚊嚇，700幾磅，咁然後再儲多3年幾，我就已經搞掂啦。當儲多5年啦，所以我咪話10年內我就已經可以買斷呢層樓咯。但係如果我同銀行借200萬，大家自己計數機篤一篤，5厘利息，10年內供完，每個月要供幾錢啊？供2000幾磅喎，差唔多3000磅喎，供10年喎。但係我10年就可以買斷晒啦。OK， 有啲人話上一次有個網友話：你日後咧就留俾阿仔去供咧，你有冇問過阿仔啊？想唔想供啊？其實呢啲咧真係廢話到不知所謂啊！我講俾你聽點解咧？如果我呢一間屋留俾阿仔，阿仔唔想供，賣咗佢咯。share ownership 好難賣啊！你去睇睇。賣 share ownership 嗰個統計啊，平均 share ownership 嘅樓係3至5個月就賣出嚟。我咧有我都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係 share 唔係Facebook group 係 share ownership 嘅，係本地人，即係啲鬼佬開嘅。佢哋都有攞翻出嚟賣啊，買賣有就再換一間大啲啊，諸如此類。因為可以 share ownership 係容許你換咗佢嘅，由細間換大間或者大間換細間嚇。有啲人可能離咗婚，變咗由3口變咗1口或者2口，咁我咪唔使住咁大間咯，咁我咪搬間細間嘅咯，咁你就可以換咗佢啦。OK， 可以換㗎嚇。好啦 ，share ownership 嘅 criteria 咧，即係個要求咧，我都再講一次啦。你嘅年薪總家庭年薪唔能夠超過8萬磅一年，即係80萬港幣一年嚇，大約 more or less 80萬多啲啊港幣。第二，你現在喺世界各地沒有擁有任何樓宇，又或者你現在有樓打算賣咗佢之後，但係冇能力喺市場上再買一間更好嘅。假設我買咗間200萬嘅樓，其實我賣咗之後減埋按揭咧，可能得翻幾皮嘢嘅都係，咁你就咪可以即係換間 share ownership。又或者你個家庭嗰個關係改變咗，意思即係咩咧？離婚啦，又或者結婚啦，咁變咗咧，亦都可以咧去申請或轉變嘅，大家了解嗬？好啦，咁咧。而家嘅 share ownership 咧，可以由10% 至到買75%。如果你係55歲以上咧，到達75% 之後咧，租金都唔使俾。OK， 第二，咁釐印費點算啊？釐印費係當你買向政府購回你嗰個 shares 超過8成或以上，你就開始要俾釐印費啦，就俾成間屋嘅釐印費，到時先計啦。我點知到時幾錢啊？啱唔啱啊？OK。
有辣有唔辣，到時可能升咗好多，咁咪發達咯，升好多。即係正如你買居屋一樣啫嘛。你今日好似我朋友喺香港，佢買康山花園，喂40幾萬咋當年，喂後來去到過萬零一尺，去到6、7、8萬喎。咁你補嘅地價就唔係計40萬嗰個唔知幾多成啦，3成定幾多成，梗係計6、7、8萬嗰個啦，一定㗎啦呢個 OK。呢個 to be fair 嘅，你已經賺咗好多錢啦，其實 OK。咁啊離印費係幾多錢啊？6、7、8萬呢度我都唔知啊。總之咧，我哋呢啲 first time buyer 啦，就唔使俾離印費啦，基本上20幾萬嘅樓，使鬼俾離印費咩？斷估到時候10年後，可能我層樓由20幾萬變咗40萬啩。可能到時先要俾啦，我唔理佢啦，因為呢啲係日後嘅事啦。至於阿仔擔心話咩阿仔咩日後供唔供，呢個冇問題啊，佢唔供咪由佢咯，唔供我都要住噶嘛。如果我死咗，我老婆都要住噶，或者我老婆唔住啦，我死咗之後，我老婆翻香港啦，或者翻大陸啦，咁佢咪賣咗佢咯。我10年內嗱，我58歲啫嘛，10年後我都係68歲。點解我想10年後買斷呢？其實咧，我就想工作到68歲，我想喺退休之前必須要將成層樓供晒佢。咁我退咗休之後就唔會將呢一個負擔咧由我老婆一個人咧變咗要供咁多錢啦。其實700幾磅斷估10年後都揞揞腳又簡簡單單啦。就算今天700幾磅對佢嚟講都小事啦。何況10年後，10年後嘅人工都唔知加到幾錢啦。當每年加呢個叫最低工資啱唔啱啊？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大家朋友，如果你哋想申請 share ownership， 有好多嘢唔明嘅咧，你可以咧就WhatsApp 我啦，或者俾信息我啦。講俾我聽，然後我集合好晒之後咧，我再詳細去講下嚇。咁有啲人即係總之有啲已經有樓嘅人啊，呱呱叫啊，唔好啊，唔着數啊。其實你諗都諗到啦，租金我住呢間 apartment 年加你租，係咪啊？而家租樓2房或者3房啊。排屋又好，乜鬼都好，即係除非你生卡拉另計啊嚇，即係好似我呢度咁樣，點會仲有1000磅以下㗎？1400、1500閒閒地啦，係嘛？香港人租嗰啲特別貴啲添，即係1300、1400閒閒地3房1廳，係咪？咁你1300、1400，而家個供先至7嚿水，全新樓喎。學人話齋，喂，你租樓租完都係人哋嘅啫。咁而家我買個箱啦，我供完都係我自己嘅噃，同唔同意啊？大家各位 ，OK， 好啦，咁當然啦，我唔再喺度大家琢磨啦，因為咧有啲人講極唔明嘅就由佢啦 ，OK， 咁咧就大家可以問 AI 又得。問我又得 ，AI 其實都知道晒啊！我 AI 好多資料啊，而家 AI 真係好好用啊 ，ChatGPT 啊，我意思係咁其他嗰啲咩 Google 嗰個啊，定係蘋果嗰個，得唔得嗰啲，或者問 DeepSeek 都得啦嚇，DeepSeek 識唔識英國嘢咧？我就唔肯定啦。大家如果中意用 DeepSeek 就 DeepSeek 啦嚇，DeepSeek 啊，即係shit 啊，真係 OK 好啦。就係咁啦，各位，祝我好運啊！嗱，而家層樓咧，我就已經我要呢個，但係唯一而家出現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同一時間有人又中意呢個，而佢嘅申請又唔知點解比我更快審批，可能佢要咗佢，咁啊死火啦！咁我唯有再揀過啦 ，OK， 好嘛？OK， 有咩新進展，大家再傾過。